届新北市三甲的车祸死伤的大部分拢是囡仔哦。即马咱大家拢加减会学帮大人做 CPR， 也毋过若对象是囡仔 ，CPR 的方式其实有淡薄仔无共款。今仔解破新闻哦，咱就请苏眉来为咱说分明。是主播，这三甲车祸现场是有真侪热心的民众赶紧去甲受伤的人斗相共，看到现场遐尼乱，是难免会惊吓。今仔日就要甲观众朋友分享几项爱注意的所在。万不因若是爱斗相共的时阵，到现场才袂讲去。头起先也是上界重要的一点，因为咱袂使凊彩甲患者刷叮当，所以讲着爱先确定这现场的状况甲环境拢是安全的，袂阁有车冲过来，也是物件落落来等等。先确保家己甲伤患的安全，才袂造成第二界的伤害。要若刷落，咱着爱确认伤者的意识，大声喊救、开119，也是讲边仔若有人来斗相共，就麻烦因去附近找看，敢有 AED 会当用。这当中，这开119这项代志是上界重要的，因为咱爱先互救护单位知，因才会当赶紧派人来。后续咱就继续急救来挡时间。不过，才有一个例外的情形，就是这8岁以下的囡仔，咱就爱先甲伊做 CPR， 大概2分钟才来开119。因为根据统计，多数的囡仔伤患拢是因为送数拍袂到脑，心脏停气，根本就挡袂到救护人员来。所以讲，咱就爱先做 CPR， 确保这送数会当继续拍起入到脑部。也若这 CPR 是要一直做落，做等到这 AED 来，也是讲救护人员到场才会使停。也若咱刷落来，就要来看这 CPR 是有啥物款爱注意的所在。头起先就是一定爱先找到正确的位置。对这张相片当中，咱就会当看到讲上好找的方式，就是对两边的泥头甲伊连一条线，中立落胸坎骨的这搭，就是咱要举的所在。咱是用手掌、手腕这搭来举，大人的伤患是举30下分2口开。要若是1岁以下的婴仔，咱就用2支镜头仔就好，举差不多15下分2口开。要若是伫咧遮，爱提醒大家，无论是大人也是囡仔，举的深度拢爱有够，才会有效果。婴仔大概是4公分，大人是5公分至6公分，而且爱保持一定的速度，1分钟爱举100下至120下，才有法度甲送数拍起入到脑部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解破新闻，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，无机会用到。咱即阵先学起来，是在高不二种的时阵，才会当增加抢救成功的几率。咱甲镜头交转去主播。